呢度有間神魂鬥嘅廟仔啦，新油咗顏色。前面呢個就係計山啦，個公屋地盤伸延到嚟呢度，原來2忽嘅有，呢1忽就起緊，嗰邊嗰忽就做緊地基，好似2年冇嚟過啫嘛。啲山墳多咗好多，金塔都多咗好多。我而家行過去，邊係計山啊？呢條路就應該通去玉女拜堂嗰條路嚟嘅。我而家行過去睇下啦，轉頭先上計山。呢度就係香港10大名穴嘅其中一個，玉女拜堂啊，係鄧氏啊。呢度應該有70度。車環州，哇！攻埋上去先，睇下幾斜條蚺蛇尖咁啊！叔叔啲壁畫甩晒色啦，有老虎啊！有冇隻老虎啊？呢幅仲保存得幾好，呢度有2幅都保存得好好嘅。呢隻係臥虎嚟㗎啦，瞓咗喺度成日，佢望住咩咧？望住元朗。